洗機收埋咗喺呢個玄關度。呢間屋我諗住住到百年歸老。嚟緊裝修，我有2個願望。第一個願望就係想裝修之後可以放得落一個400公升嘅雪櫃，因為唔想成日出街買餸啊嘛。第二個願望就係嚟緊想添置一部10kg 嘅大眼雞洗衣機，因為平時返工已經好忙，所以啲衫想儲埋一次過洗。唔知阿住家 Choice 你幫唔幫到我呢？今次我哋要處理嘅係一個2至3人居屋單位，呢個戶型已經出晒名難用噶啦。正常情況擺晒啲電器已經渣渣地，今次觀眾阿 K 仲要全部電器都揀到最勁，所以記得睇到尾，睇下我哋點樣挑戰成功啦！觀眾你哋又有冇其他難題想我哋挑戰嘅呢？不妨 inbox 我哋啊！仲有記得幫手俾個 like 呢條片啊！唔該晒。今次間屋算到咁盡，師兄開密，我梗係要由頭跟到落尾啦。萬一有乜唔得，都可以即刻執生啊嘛。喂，洗衣機位夠唔夠啊？冇啊，爆晒棚啊，多一個都冇啊，啱啱好啊。多一個都冇，即係啱啱好得啦，嚇死人咩？喂，師傅，即係而家呢一度唔夠位放洗衣機，定係點啊？唔係你個門啊，即係呢個框細翻啲，個門可以大翻啲，因為你呢條數唔啱啊。琴晚我俾數你啊嘛。再講清楚啲，係尋晚2點啊。應該係多20度咯。差啲俾你嚇死啊！夜媽媽 send 短信過嚟，原來係個浴室大咗2 cm， 仲等我驚咗成晚，以為啲電器放唔落添。我留15mm俾你咯。其實跟工程係一個耐性嘅考驗，落手做嘅師傅可以同一條問題，每隔2日就問你一次。咁我條檔咧就響中間位俾你咯。咁啊 OK 啦。就算沉啲都唔緊要啊，最緊要聽到你講 OK。貨到啦，我哋要檢查嘅唔係質量，因為正常情況家私落貨之前，我哋響廠已經睇過晒先包裝嘅，所以今日反而要睇嘅係數量而唔係質量，因為啲運輸成日都落錯貨㗎。哦，唔該晒。擺洗衣機，對自己冇乜信心，都係 check 多次穩陣啲。就係呢個位用嚟擺容量超過10kg 嘅洗衣機啦。大家留唔留意到呢個位嘅電源同來去水仲未做好啊？ One day later，話咁快就搞掂啦，點解可以咁快手就做好嘅呢？我唔講咁多啦，不如大家跟我過嚟直接睇答案啦。巧妙就係呢個位置啦，呢邊先啱。其實洗衣機嘅來去水同埋電位，響家私未安裝之前已經準備好噶啦。呢件山口板用大力磁石固定，萬一日後有咩維修都容易處理嘛。好啦，終於到今集嘅主角出場。安裝之前，師傅要度一度現場環境先。香港屋仔細，真係要算到盡先可以放得落。啱啱好啦，啱啱好。
喺呢邊。啱嘅。啱啱好呢3個字，師傅重複咗講4次，真係辛苦晒啦。呢度震啦。呢部由小米師傅啱啱裝好 fit 到震嘅，就係米家最新推出嘅洗控2合1洗衣機。因為佢有525mm 嘅超大滾筒設計，所以佢一機就已經可以洗到10.5 kg 咁多衫啦。除咗喺機面可以選擇咁多種唔同程式之外，仲可以連接米家 App 智能控制，加埋足足有成32種智能洗衣模式，其中一樣係我最中意嘅蒸汽洗滌功能，可以殺滅高達99.99% 嘅細菌。有小朋友嘅屋企真係啱晒啊！依家我就試下用電話控制揀快速清洗先。用米家 App 智能控制嘅好處呢，就係每個模式之下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，心水清嘅你就可以揀到最啱自己啦。而且每次揀完仲會即時 update 所需時間添。我嘅即時體驗、操作同埋時間都係完全同步㗎。手機 app 入邊仲有一個我覺得好正嘅功能，就係清新抖散。洗完衫30分鐘之後都仲未攞啲衫出嚟呢，就會自動操作，等啲衫冇咁潮，同埋唔使噏到臭晒。咁多功能係咪擔心好易壞呢？佢除咗全部零件有一般嘅2年保用之外，佢嘅直接驅動式摩打有成12年保養添啊！仲要只係賣3199，性價比勁高。講咗咁耐，依家就去到最嘈最震嘅脫水階段啦 ，feel 下先。衫就洗好啦，我哋一齊時光倒流返去裝修現場啦。清潔好就帶大家參觀玄關位啦。屋主係一位經常出 trip 嘅事業型女性，開放式嘅設計就係配合返佢極簡主義嘅生活需求。如果你都係斷捨離高手，不妨考慮呢一類型嘅儲物方法啊，可以大大提升空間感同生活品味㗎。乖乖地由頭睇到尾嘅觀眾，應該就知呢個唔係鞋櫃啦。呢隻咁薄嘅櫃都可以放得落一部10.5 kg 嘅大眼雞，係咪好想知點做呢？除咗收埋咗個洗衣機之外，喺呢個開放式空間，我哋仲收埋咗一樣女性嘅必需品。俾2秒你揾下啊！噔噔，就係呢塊全身鏡啦。配合翻屋主嘅極簡主義，浴室呢一個多功能嘅電熱毛巾架就啱晒啦。
有距離放毛巾同埋乾淨衫，咁牆身嘅掛鈎就一隻都唔需要啦。配合屋主需求，唔做鏡櫃，淨係做發光鏡，整體空間感又再提升啊！沖返個靚涼先。今次淋浴間採用咗浴簾，係因為片頭我哋都提過，業主希望喺度住到老㗎，咁嘅做法就可以令到空間更加靈活啦。入到去又係咩樣呢？